上個星期係狂風暴雨，10號風球閃爍爍咁樣掛住。我見到一位攣頭髮、着住西裝褸，企喺寫字樓樓下，淋到成身都係，攞住個電話大聲鬧：你做乜唔嚟接我啊？人哋嘅老公都嚟啦，你反正得閒啫嘛。同埋佢條褲已經濕到不得了啦，所以咧心入邊咧非常之成肚氣嘅。然之後坐喺個的士箱入邊，就望住出邊嗰啲雨水一滴一滴咁樣打落個玻璃嗰度。佢咧就手攞住個濕滴滴嘅雨傘，眼角仲好似有啲淚水混埋啲雨水一齊。喺嗰刻，佢覺得自己好孤單。點解人哋老公得，而我老公又唔得呢？我個樣又唔係差，都算你個個都話我係靚女嘅。而係從另外一邊，佢個同事係直頭髮，公司啲同事話佢成日都話成個醜，非常之醜嘅。佢咧就着住一啲好 casual 嘅衫返工，企喺寫字樓門口度等。佢就雙手攞住個電話，喺個聲線咧非常之溫柔咁樣講：嘿，老公，我知你好忙嘅，但係今晚咧風雨好大啊，我有啲驚。如果你嚟接我，我會更加安心。但係如果你真係走唔開嘅，唔緊要噶，你同我傾到我自己搭車返屋企都得噶。眼神帶住一啲期待，又有少怕被拒絕嘅心情。冇幾耐，就一架私家車打住閃光燈咁樣駛埋嚟。原來嗰個係個同個醜女嘅老公，35歲，着得好 smart。一落車佢就撐住一把大嘅黑色遮，走過嚟攬住佢老婆，就遮住佢。然之後咧，啲雨水咧只係揼到佢身上，但係兩個人嘅頭咧輕輕靠埋一齊，好溫馨咁樣笑住。嗰一幕真係好溫馨。而第一位靚女望出邊嗰個種嘅情景，佢就諗：憑乜嘢佢個樣比我更加醜，會有個咁靚仔嘅老公，仲要咁好嚟車佢放工，嚟接佢放工？但係佢永遠都冇諗過一樣嘢，就係一樣語言上嘅溝通上嘅語言係非常之強烈嘅。因為同一樣打10號風球，都係同一樣個老婆打電話叫個老公嚟接佢，但係點解一個得到更冷淡同埋又咁靚女，而一個咧就得到呵護但係完全唔靚女咧？個原因喺邊度咧？其實最大嘅分別就係講嘢說話唔同啦。阿靚女太太咧就個語言咧就係抱住非常之抱怨，又喜歡比較，試圖覺得自己係非常之唔值得嘅。而嗰位醜女就好中意，亦都好識表達，令到自己嘅老公感覺上個老婆係被需要嘅。其實呢一種咧就係愛嘅語言，係 love language。喺婚姻入邊，我哋叫做魔法字眼。喺婚姻最重要咧，唔係對同埋錯，唔係你靚女或者係醜樣，而係愛嘅語言。即係點解你講真正需要佢嘅時候，佢真係被需要。我哋嘅 magic word 就係我真係需要，唔係問你點解唔做呢樣嘢。我舉個例子，你點解唔嚟接我？呢句說話咧非常之帶有批評同埋比較。各位姊妹，你有冇經常用呢句說話咧？你點解？你點解？而另外一個咧就今晚風雨好大，我好驚。如果你嚟接我，我會更加安心。而呢一句說話咧就係帶有非常之需求同埋感受非常之好嘅語言。所以婚姻入邊愛係包括好多種，但係愛嘅語言咧就係通常通用嘅。肯定嘅說話，例如多謝你今日嚟接我，真係辛苦晒你。又或者陪伴嘅說話，即使你係好忙，你留喺10分鐘同我傾下偈，我會更加安心。俾佢感覺上老婆真係需要佢，同埋行動嘅服務嚟接送攬住佢，更加係身體嘅接觸，抱住佢，拖住手，甚至帶一啲小禮物，會令佢細心到不得了，又好驚訝嘅，又開心。所以姊妹們，婚姻入邊講乜嘢說話係決定老公想唔想埋你身邊。好肯定一樣嘢，抱怨會令佢退縮，
需求會令到佢被主動，所以下一次唔好再問老公點解你唔人哋得，我老公唔得嚇，而係換一種講法，你會發現個奇蹟會令你非常之驚訝嘅。各位姊妹，你有冇試過咁嘅同感？現代好多啲太太都會質疑個老公，大部分，所以點解老公放咗工翻嚟唔想多同你講嘢嚇？亦都又或者老公去咗旅行，佢又唔打電話翻嚟交代。最主要原因佢覺得如果我打電話翻嚟，佢仲話點解你咁遲先打電話？反而個靚女老婆咧就會答：去旅行點樣啊？今日坐飛機攰唔攰啊？即係有一種問候一種需求，一種呵護佢個情況出現嘅。所以各位姊妹，如果你覺得有呢個視頻對你非常之有幫助嘅，你咧關注我，我係 Monica， 我會講更多夫妻之間溝通嘅語言，大家都會容易接受，又高興聽所以咧就係關注我，我係 Monica， 我係夫妻婚姻修復嘅諮詢師，隨時發信息俾我，我哋可以做一個1對1 30分鐘，價值800蚊嘅免費諮詢嘅留言俾我，下個視頻再見。